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4月12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5篇，但以理书第3章第1节到20节，约翰一书2章第3到11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行伫光明中。耶稣基督是光，这是圣经甲咱讲，上帝是光。不但安尼，上帝创造光，互咱这个混沌的世界。人若接受上帝的光，就应该爱活伫上帝的光明的中间，行伫上帝的光明。牧师真爱一首非洲之旅的一个传统民谣。所改编的诗歌，这个主女的这个话叫做诗喊吧。这几条曲真简单的歌词，来表达讲一个基督徒爱行伫上帝的光明中间。这首伫1990年代，伫北非真流行、真受欢迎的诗歌。意思就是讲，行伫上帝日头普照的这个非洲的平原中间，甲上帝同行。对于这个非洲的人民来讲，伫日光遍照的非洲平原来甲上帝同行，会当讲是一个真符合的一个形容。当然，因会当是真深刻去体验到行伫上帝光明中的真正的意义啦因为因真正是这个真大的日头咱要来讲到这个行伫上帝光明中间的时阵，咱必须爱先来思想。什么是人生中间的黑暗？咱无法度照讲咱列几个项目咱做来思考啦伫今仔日的经文约翰一书第2章3节到11节，也要用这个但以理书来做伙来思考。第一点，什么是黑暗？就是讲话无对心底啦，中文讲言不由衷，也就是讲，咱咧讲唯心之论啦，讲话长远。迄个讲话长远，并毋是讲安尼真客气的白种的讲法，其实是咧讲到伊是违背事实的论述。另外，第二个是讲到咱伫遐咧传讲。未经过纠正的假消息。去年底，牧师有听见一个对美国倒转去伫台湾的同工，牧师同工，伫要接受着教会的监选，有人咧甲我讲即个消息，了后，牧师马上做一项代志，就是我去找当事人来纠正。当我知影答案了后，我就表明讲，我会为伊祈祷，袂搁再宣扬。这是一个基本态度啦但是呢，真可惜，有太侪人确实听到消息，袂去当事人来纠正，确实四界去纠正，意思是讲，甲这个消息去传出去啦这个无事实，还是讲无受到证实的内容，就安尼拢传出去这实在是毋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这个光明的使命。第三个角度，咱要来看讲隐瞒啦隐瞒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会通讲甲第一点类似，言不由衷但是这隐瞒较有迄种欺骗的意思啦咱上好咧，会通看见亚伯拉罕伊
无去讲着撒拉是伊的太太，却是讲这是伊的小妹。这是雕鼓伊的唯心之论啦，吼，就是讲照讲伊应该嘛爱表明撒拉是伊的太太。所以这是出伫撒旦，毋是出伫上帝光明吼。咱尾后看见讲，伊就受到指责啊吼。过来就是讲违反法律啊。咱去看见着花莲台鲁国即个台鲁国号的车号事件，即个做生意人，即个包工程的人，伊本底就想要来暗藏家己违法的事。所以伊无伫，还是讲毋敢伫第一时间来报案处理。伊想要私底下来处理这项代志，结果造成真大的灾难。第五，伫背后论断啦，咱台湾话讲吼，假耳孔啦吼，就是讲论断人的是非。耶稣伫对即种的代志呢，有真明白的提醒甲教导。过来第六，就是讲只有看重家己的需要，还是讲看重家己的想法。圣经中间伫使徒行传，咱看见安那尼亚甲伊的太太撒菲拉即对夫妇共款，因将所变卖的私藏一部分起来，佮甲使徒骗讲这是全部。第七点就是咱补充啦吼，补充讲到即个违法的代志，就是讲牧师另外伫即个Facebook 顶悬看到真侪人对台湾还是对国外倒转来伫美国，却对即个自主隔离的命令无买插，因为因讲无人会管你啦吼。但是对基督徒的良心来讲，就信仰的标准来讲，无人甲你管，无人甲你监督，你嘛是爱做自主的隔离。因为自主的隔离就是隔离，无得出外吼。咱拄则已经讲到花莲太鲁国即个事故，即个造成灾难的即个人，伊就是用即种的心态，伊就安尼讲无人会知啦，无要紧啦吼。当伊接受到即个停工的命令了后，却偷偷去做工。伊想讲无人会知影，但是无拍算，就真正出代志害死50个人，将近200个人轻重伤啦吼。当然还佫有真济类似的代志，值得咱去思考吼，值得咱去思考来帮助咱来警醒吼。咱过来要来思考是讲。伫即个行伫光明中间，较重要的第一项代志，就是爱离开黑暗的生活习惯，然后才会当渐渐来行伫上帝的光明中间，甲上帝的光明来同行。这无简单，因为黑暗随时拢会打落来，亲像迄个告别耶稣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囝的彼得共款。伊话才讲完无偌久，马上变做撒旦的代言人啊！咱不但爱警醒啊，因为咱无警醒是袂使啦吼。约翰一书的经文甲咱讲，如果咱遵守上帝的命令，咱就要知咱捌伊。若有人讲我认捌伊，却无要遵守上帝的命令，安尼的人是讲白贼的。真理就甲伊无有关系。但是，迄个遵守上帝的道理的人，伊对上帝的听就达到完全。就讲，迄个伊有上帝的性命，应该是照耶稣基督的言行生活，安尼
咱才有迄个爸阿公，咱有伊的活命。约翰真清楚甲咱讲，着爱照耶稣基督的言行来生活，安尼咱才有爸阿公，咱有伊的性命。有基督的性命，就袂会去妥协伫错误的代志顶悬，也袂会来偷假牵牛，会袂安尼贪生怕死。但以利甲伊三个朋友，就是坚持伫上帝的道路顶悬，因无因为巴比伦王的威胁引诱来改变因性命的行为，所以因受掠去落伫个即个火炉的中间，因也无惊吓。因安尼甲即个王讲，王啊，阮无愿意为着家己辩护。如果阮所敬拜上帝，咱救阮脱离即个大火的窑甲你的手，伊一定会救阮。即使伊无救阮，你嘛得知，阮绝对无拜你的神明，也无拜你的像。这才是真正行伫上帝光明道路的生命态度。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4月1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5篇，但以理书第3章第1到20节，约翰一书第2章第3到第11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行在光明中。耶稣基督是光，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话。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是光。不但如此，上帝还创造了光给我们这个混沌的世界。人若接受上帝的光，就应当活在上帝的光明当中。行进在上帝的光明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牧师非常喜欢一首非洲祖鲁族的传统民谣改编的一首诗歌。这个诗歌的曲名叫做西亚汉吧。这整首曲子的歌词就是在表达行在上帝光明中的重要性。这首曲子在大概1990年那个年代风行在北非的区域。这首诗歌呢，表达了在阳光普照的非洲平原上面，我想这样的住在这边的民族，他们对上帝的热爱，他们也绝对可以深刻的体会那种行走在上帝的光明当中的意义，因为他们是烈日当中。那在思想走在上帝的光明当中，我们必须要先来讨论什么是人生的黑暗。那当然有很多了哈，我们举几个例子啊，那有很多我们可以自己去想啊。那第一个呢，我们谈到是言不由衷。言不由衷的意思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种唯心之论。说话转弯。牧师在讲说话转弯，并不是说转个角度委婉的说，而是说这个转弯是他故意要违背事实的论述，不讲真话啊。那第二个就是说传递未经求证的假讯息。当我们听到一个讯息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牧师举自己的一个例子。去年底，牧师听到一位从美国回台湾的同工，他即将要接受某个教会的拣选。牧师怎么做？牧师马上去找当事人求证，并且告诉他，答应他，我会为他祷告，不会去宣扬。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面对所谓的
消息，或是说八卦啊。但是呢，很可惜的，有太多的人从来都不会直接向当事人求证，当事人通常是最后一个才听到的。这些不会去找当事人求证的人，却拿着这个消息到处去求证，意思就是说，也顺便把这个不实的消息传播出去了哈。这实在不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光明生命。第三个是隐瞒了哈。什么是隐瞒？就是说故意不讲该讲的，然后是讲其他的，或许是正确，或许是不正确。最好的例子，我们就用那个亚伯拉罕，他谎称撒拉是他的妹妹，可是他不讲她是他的太太。这个是唯心之论，我们前面也讲过哈，是出于撒旦的。这个说法不是出于上帝的光明。第四个呢，是背后论断。我们用台湾人的语言来说，这个叫做俄语文化。通常讲俄语，就是在人家的背后在论断人。耶稣对这样的事情有明白而且很深刻的提醒跟教导。第五点呢，常识。就像昨天的主日信息里面，牧师也分享到了，我们要能够彼此分享啊，如同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章、第4章所教导的。那我们也看到圣经另外有一个事件，就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亚拿尼亚和他的太太撒非拉这一对夫妇一样哈，他们就说谎，说我们就藏了一些起来，然后就跟使徒说这是全部。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是上帝所不喜欢的哈。那再来就我们说的违法了哈。花莲太鲁阁号的这个车祸事件呢，这个商人其实他就是要掩饰自己违法的事，而没有在第一时间来报案处理。特别是他想要私了，因此造成了大祸这个灾难呢多大，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了哈。那他基本上呢，他的问题这样子，他认为没有人知道，所以虽然他接到这个铁路局的通知停工不可以做，可是他却偷偷的施工，也因此铸下了大错，害死了50个人，有将近200个人轻重伤。牧师在 Facebook 上面也看到许多从外国回来到美国的人们，他们这样的表达，他们对这所谓的美国自主隔离令不理不睬，因为他们说呢，以后没有人会去管你，也没有人会监督你。但是就基督徒的良心来讲，就基督徒的标准而言，其实是没有人监控你，居家自主隔离就是隔离，是不得外出的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继续来反省举例的。要行走在上帝的光明中，基督徒是首要的事情。那更重要是要先离弃那个黑暗的生活习惯，然后我们才能渐渐的走向光明，与光明的上帝来同行。其实这不容易了哈。我们看一下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其实常常告诉我们黑暗随时都会笼罩。那我们看到那位告白耶稣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的彼得一样，
他话才说完，后面就变成了撒旦的代言人。所以我们不警醒是不行的。约翰一书的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我们就知道我们认识他。若是有人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这样的人撒谎说真理跟他没有关系。但那遵守上帝的道的人，他对上帝的爱就达到了完全。那说他有上帝的生命的，应该照耶稣基督的言行生活，这样我们才有把握说我们有他的生命。约翰告诉我们，应该照耶稣基督的言行生活，这样我们才有把握说我们有他的生命。有了基督的生命的人，就不会妥协在所谓的错误的事情上面，也不会突击取巧、偷鸡摸狗，也不会贪生怕死。我们看到另外一处的经文，但以理书和他的3位朋友，他们就是坚持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他们不会因为巴比伦王的威胁利诱而改变他们的生命行为，他们的初衷。即便是他们要被投在这个火窑当中，他们也不会害怕。我们看看圣经的记载，他们对王说：陛下，我们不愿意为自己辩护，如果我们所敬拜的上帝能够救我们脱离烈火熊熊的窑和你的手，他一定会救我们。第18节，陛下，即使他不救我们，你要知道，我们也绝不会拜你和你的生命，不向你的立的金像来下拜。这个是行在上帝光明道路上面的生命态度。